乡亲土路飞，大家来上飞。哎呦，又上飞咧！係咯，我聽到嗰種上飛嘅感覺咯。哎呦，因為大家感情越來越好嘞。哎呦，好，又坐一起同一個空間裡面看那麼好看的表演，哎對不對？又看到報名參加長水閘啦，哦，每一個人每一組都表現得當好，我們也是很歡喜的把我們準備好的獎金發出去。冇唔錯啦，基本來表演嘅咩？之前來表演嘅嗬，全部就係笑容容。希望今年咧長水閘表演好，那麼笑容容咯，嗬。冇唔錯，俺用吉吉來介紹評審先生。金曲歌王鄭中理先生，木頭先生總丕純先生，台北木偶劇團舞台戲主演吳尚傑先生。回家啦，皮亞給啦，皮亞給啦。冇唔錯，係印象最深嘅嗬，就係那個吳尚傑先生。哦，他的那個布袋戲表演好厲害哦。對，然後他在那邊操作的時候，發現他更帥，因為一人飾兩角的聲音呐，好像懂很多的角色了。對，他把我不點。英雄最沉的啦。好，英雄最沉的哈。希望哦，下一次可以再邀請到沈杰老師來表演。對，還有我們佩純老師啊，對不對？跳舞啊。係啊，哦，分享哈，咁樣羅凡儀咯，哦，羅凡儀咯，哈，俺用吉吉來看第一組嘅表演。來哦。長水閘表演廳由評審判分數，3位評審每個人各有50點呢，每10點呢代表獎金100萬元，係講得到滿分40點，就做得到獎金2000元咯。路燈下嘅閃爍，根本按部就像往日相樣，十寶爺就想行到我面前，接佢後嘅輕輕嘅空氣，本張世寶嘅豐豐嘅腦筋清醒，順勢看佢演嘅無數彩演起家種嘅強菜，本起家有一絲絲嘅成就感，一種習慣唔知哪樣事就養成嘅。反正喺度嘅事，就想打開大門行公出，行到屋前，看到公公嘅路燈四圍，有一大群嘅水鳥，對等天火比來比去，比上比下，水鳥就好在容易高後，前面嘅按布條比出來。莫求好在落雨之前，前面嘅天使走出來，隔壁嘅阿爸、爸妹係看到水鳥，就地愛落太意咧。看這群水鳥在天火順邊，有條比天比缺，也係日日出上，實體平凡，就會跌到路燈下。比又比唔走，走又走唔贏，就在路燈下睇路空，我實在唔敢相信我目睭看到嘅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總共有8隻閃爍。就在我面前嘅大路上，我當久，唔是看到很多閃爍，我話到我目睭有問題，就夾喺我布娘行出我下來看，唔會查，可係，正想講嘅閃爍係唔係跳出大路上來了？就看到閃爍變身，有個條比又比唔走，走又走唔贏嘅大水鳥。8隻閃爍在8個綠色嘅圍架前色，沙漠來出來年，先是頭前比唔停堂嘅大水鳥，在勁跳勁躍，
顺后嘅條比唔走，照唔贏嘅太歲年。講冇定班鐘，天火順嘅歲年經來經少，路燈下嘅歲年每本山樹射到槍槍。我看到嘅八扎山樹，還係奇才大路巷，等等蛋糕嘅歲年跌下來。我點點的行過去，記得冇發覺冇跳走，係講差的事過來，記得係唔知好生，驚怕會同記得爭到面面，長度就寫出來喲。我嘅龍圖導演按字寫，掌聲鼓勵，完結。請用客家話老大家問候一下。嘿，大家好，我係譚玉姐。嘿，哦，好經驗一道寫一，多年生， 6年生六哦，6年生哦。年生差唔多12歲啦。學客家話學3年天咯。咁我以前攏會講嘅語。哦，頭擺係先參加嘅語朗讀，然後再來參加課語朗讀。一個是學校內，一個學校外。哦，哪一個是學校外？課語朗讀。課語朗讀。課語朗讀啦。那這種2種語言呢？你認為哪一種困難的地方在哪裡？一個要花比較多的時間去練習。因為你客家嘅起承轉合冇共用嘅地方啦，就跟國語起承轉合冇共用嘅地方。語氣啊，哦，嘅語調啊，係啊，還有字句，句子，還有功法，有冇共用？係啊，冇共用，冇共用。這個要請專家。有請你嘅專業嘅吳先生。他剛剛在講的時候啊，在講一些，像我們平常啊，因為平常講客，講話，溝通，講白話，是白話文。錯。啊，其他講嘅，佢當到用到文言文，平常時唔會咁講話係嘅。啊，所以產出哦，係產出，我講一講，個歲月當疲憊，就是他很疲憊的。冬天，我們冬天，基本冬天。冬疲憊會用一些比較文言的那種文讀音，對，這是平常時平常好唔會講了，你聽唔會用到誒，對，還要配合押韻。朗讀困難的地方，它不像念課文，第一課，第一課，綠燈下嘅杉樹，他剛才講話，其實你閉着眼睛聽，你是會有畫面的。對。比如像路燈都該，我都用水眼給背，然後看到那個蟾蜍跳出來，很生動，很生動，就是你閉着眼睛，真的是會有畫面。對，這個是很難能可貴的地方。那客家話繼續學下去，我們的母語一定要繼續學，加油！老師很期待你哦，很給你肯定哦，繼續加油，好不好？好，用繼續來看3位評審先生本年嘅完結。得多幾多嘅分數咧？我傳承客家文化一天一天，我來學到客家歌啊！啱講到都變咗甜蜜蜜咧。唔啱啦！得多幾多嘅分數咧？老師。來，鍾老師，啊，15分，好，恭喜你哦，我繼續打油哦。好，我們聽下來看下一組的表演。
全部的姊妹哦，姊妹係咪？係啊，係大家都係姊妹，大家攏係姊妹，係啊總幹事，總幹事代表講法係咪？係啊，係，對，嗌嗬，20歲是來樹林咧，哦，樹林嗬客家人，差唔多有5萬人殺，所以講我傳承客家文化嗬，一天一天。我來學到嗬客家歌啊，係才藝啊，客家舞啊，係啊，用人樣做得啦，樣做得傳承啊。啱講到都變嗰甜蜜蜜呢？唔好啦，啱講到都一下講啊，客家的那個元素在，對不對？錯。啊有因為講一個鄉親會啊，嗬，能大家一開始都唔熟悉嘛？唔熟悉。因為參加讓熟悉，讓變好朋友，各有各較好。我哋全部苗料上來啊！每一隻團體，本地都有人來接合當課時，所以我嘅路頭家是開創籌備，成立一家樹林區客家鄉親會。客家鄉親會哈，係一次成立到了下有22年咯。那我看今天這個獎品真的是傷腦筋。你有請到專業嘅評審先生，咩舞蹈先生。我想說兩位男老師應該記得那塊你哋總幹事哈，真係當針對，佢推兩個嗰種團隊啊，團隊全部係優勝嘅，是看唔到答案嘅，冇看過係咩？係哦，全部係徛咧記嘅，你也記冇一個，像個管的題目從看到記了，安尼出場了後哈，夢裡也會想你，夢裡也會見到你。哎呦，安感謝。你頭下面有畫面嘅哦。我相信我哋兩位帥哥們有畫面。有聽嗎？有密嗎？然後一定有的，一定有的，對不對？對啊。那我就看你的分數到底有沒有甜蜜蜜。好，來，老師來。3位評審先生本人嘅舞蹈班得到幾多嘅分數咧？有啊，有甜蜜蜜，感謝感謝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總幹事，哎呦，這個2000哦，2000哦，掉好來咯，掉好來辛苦了哦。他真樣過來哦。好，一天一天，剛才能全部人共下來看下一組嘅表演，暗自聲。
个桥转花花坛坛也要练上好几年的功夫啊。要哦，而且加上你的自己的软骨功，对，好厉害像前面的那个转就比较哦简单一点。等一下，2位主持人都可以试试看，转什么？用手指转。哦，我还对以为用脚转。没有啊，后面用脚转那个就真的要练上1、2年以上。你刚刚是说什么？什么转什么？用手转毯。哦，用手转毯，他对对对最会了。这简单呐，我真的吗跟你说，我他就是这样子练来的，他练家子来，他什么都难不小的倒他，对不对？这个很简单的，简单啦对他来讲简单的，对不对我？觉得应该不困难啊。这样子，2根手指头，然后往你的右边转。好，用力转。可是我习惯一只哎，因为我国中的时候都是转也书。可以，通常女生会用2只，哦因为手指比较没力。嗯男生的话1只就可以了。哦，这个平均一天你大概要维持多久转这个分钟数？有要持续吗？刚开始练的时候，至少都要这样连续转3到5分钟。 3到5分钟，就是我刚刚有一个最后一个动。动作，对，要停在那边一直转是3到5是分钟哎，。真的会酸呢，手指头。有那我们平常没有在用手指头那个工作，会比较没有力。对对对。那个导播，我们来对拍一下小康老师这边哈。要转这个啊？对啊。 2只手指头的。要2只哦，这样2子只哦，对。这样。对，耶，这样。要夹在一起。它加在一起。对。这样子。对对。哎，不算。后来，好，重来。嗯，不用勉强。有，大力一点，大力一点。你的音效在哪里？不用了。这真的有一点难度啦。是啊，我们来请老师讲评一下。好，来唱那个郑先生。跳摆从用兵强用，国中的时间咪系转书本，系啊，错，后来是转球，嘿，打球的时间转球哦，动帅，很帅这样子，对，但是我要真的要转这么久，而且它那个又有重量，而且在用脚的时候，我觉得真的是太厉害了，我一直拼的给掌声，我觉得这我讲不出话来了，而且又要一直转身体去维持那个平衡。哦，真的经验最难的事情，嘿，真的太厉害了，给你个赞，真的太强。对。加上表演嘛，这个真的加上表演真的很困难。对，你单这样子转你要维持5分钟，就跟你讲很困难的。对，然后还有加动作，会比较难一点。还要搭配笑容。对啊。对。我平衡感啊。我抛给你好了。试试看，一个就好，一个就好。还是有接触，有啦，有接到，有，下次我们再多练几次就好了。好，阿勇，接下来看那个评审欣赏哈。来哦，老师。那个小美女得多几多这本书。来。好。有吗？有了。谢谢老师，谢谢。这好像。来，这个红包，这好像在转那个披萨。其实我觉得真的没有那么简单。对，不简单。对，真的好累哦，转不到1分钟。对啊。手就会酸了。还是要练的。对，要练。多才多艺。嘿呀。哦。所以你讲的台上10分钟，台下10年功以上，对不对？我们操。天师给前面的观众朋友，拿起能录卡天发，也很有数据的大天发来报名哈。唔错哈，今日感谢3位评审欣赏，还有今日的表演者。什么？还有天师给全体观众朋友一个视频哦。向前田路飞，大家来上飞，下次见啦。